今天是2005年9月11号，藏文课是第54次。咱们先复习上一次的125页。统这寄给马尔纽瓦迪，哈江养牛切纳，却给寄西卡。龙卷哈江北查那，提拉举把信度年，体内一切茶，芒包女，羊嘎茶，我学为昂内恰居。哈江有股芒茶呢，热西主讲他玛拉，大都坦北云丹南，给我坦北哈巴尔卓，开给腾亲切。大都觉上报群行，卡塞新报所喜，年纪行度，军马切巴尔美龙拉对喜，陪你军都着行。绝于季度内，南卡拉真那清波，上给米克巴，罗布尔杜，挑提人给切给，罗南给诺尔布人波切。穷的拉尔皮罗，体内样生煎糖蛋巴尔狗儿，体菜牙一角形，却给对白懂得，样样却糖淡牙。南瓦尔修许，提拉塞给恰谢给，样样都亲巴尔切索，用给与皮外语给，特动修啊用俺娘。就是动词读后边读轻声，名词后边读两个双音节的。下边一个是羊捏我参巴心别，且当做内，帕尔得粗尔得，亚尔得马尔得，既切讲我写吧，即讲马囧，翻过来，塞给狼包小了，开价七日腾喜，穷马堂着内，七日打给鱼肚翁索。他你旁觉苏尼咱你塞，苏恰咱来马驴呢，喷村给古尔瓦堂，匆松寄来恰，
长时间不读就生了。所以这个学语言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每天读，每天读，你那样的就是每天都在进步，每天都在这个巩固。如果要是一放呢，你后边就得往恢复原来的，就成了浪费时间了，就一定要坚持经常。下边我们就接着学新的句子啊。下边看这个第15句，迪拉米，迪拉米，对于这儿或者是在这儿，反正它这个拉就两个主要意思，一个是对谁，一个是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米是人加上一个撒，就是做主语。这个米干什么呢？帕尔粗鲁度，帕尔粗鲁度，帕尔粗鲁度是什么呢？是这个互相的来回的，帕日是往对面，粗日是往自己这面，往对面往自己这面就是来回，就是前边咱们那个学那个就是互相有帕尔粗日，就是互相就是来来往往，来来去去，有来有往。这儿呢就取它这个来回。来回干什么呢？马钦巴尔读，马钦巴尔读，马是否定，钦巴是到达。在这个地方，人没有到，没有这个钦也有到也有走的意思，就是没有在这儿到这儿，或者没有在这儿走。怎么走呢？没有这个来回走，就是在这反复的过来过去来回走。说这个地方啊，没有人，这个人没有来回走，人没有来回走。用汉文的表达就是没有人来回走过。最后注意这个读，咱们前面那个刚出现过句型就是什么呢？如果它是直接跟在动词后面呢，这个读本身是有坐着住在这儿，那个意思。如果要是直接跟着动词呢，就是亲眼看见的，亲身感受到的。如果要是它前边跟动词隔一个巴日，隔一层的话，就变成了猜测、推测。这个跟动词隔了一个巴日，就变成了推测。就是这句话就是好像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人没有来回走过吧？这就是根据迹象来推测，好像人没来过这个地方吧？这是个推测。就是读，记住，如果要是直接挨着动词，就是有，就是有这个情况，存在这个情况，而且是我亲身感受到的，我亲眼看见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比较确切。如果它前面多一个巴日，跟动词之间加一个巴日，这一隔就隔了一层，就变成什么？变成推测了，就是猜想，估计就变成这个了。这是这个读的这算一种，好像也跟助动词一样，好像也跟就是语尾上，动词后边再加一个它，起到了这么两种判断作用。直接加它是亲身感受到的，这个间接的加它就是推测到的。好，咱们再来读一下啊。迪拉米帕粗度，迪拉米帕粗度，马钦巴尔读，马钦巴尔读，就是理解了他这个意思之后呢，你来用汉语的语言习惯给他重新把句子表达一下就行了。好，这是一句，下边再看一句啊，说300登度，300登度，300是桥，300就是河上边的这个桥，桥的灯是顶，桥的顶上，桥的上面，灯是上面，桥的上面，读就是在桥的上面，语格，地点语格，后边拆巴来尼嘎，拆巴来尼嘎，
拆吧就是遇见、相会、碰见，相遇。来就是相遇，从相遇的情况出发说后边，或者说在相遇的情况下来，在这个基础上，从这个情况出发，就是现在已经相遇了，后边就是从相遇的这个情况下呢，发生后边的情况，或者所以这个来也就可以碰见以后什么，你就根据明白它这个基本含义之后，你来自己来翻，就是相遇之后呢，你嘎你是这个二，嘎是词尾，就是说话方便，光说个二呢，它这个就是代表一个二的数字，加上嘎呢，就好像加一个这个你包什么，就是形容词尾一样，就变成了一个完整的词，就是名词。这样呢，就表示什么呢？表示他们两个都怎么样，全部怎么样，整体怎么样，就把这个二变成了一个整体，变成了一个整体的名词。你嘎，这个嘎纯粹就是那个说话的时候一个，就好像咱们说耗子、儿子，就是你说一个耗儿，这个说话很别扭，就加一个口语的这么一个尾，但是呢，它起的作用就好像名词化一样，变成了两个全部，两个都是这样。两个是指两个人，两个人在桥上碰到了，他们两个都怎么样呢？是确认给你们的，确认给你们的。这个人是种族，人有种族的意思。这个加上确，这个确认整个是身份门第，就是人是种族，然后这个确认呢就是身份门第，就是出身，就是他爸爸的这个他们家的血统，就是这一类的，咱们讲的这个出身高贵啊什么，就是这一类的。确认给就是由身份，由于身份，这是原因。由于这个身份怎么样呢？这个孽得，孽是什么呢？孽是这个骄慢自大，孽是骄慢自大。他们因为这个身份的原因呢，他们骄傲，他们这个都这个就是骄横啊。乃就是一个，就是说在这个之后，由于这个情况之后，就是他们两个呢在桥上碰到了，碰到之后呢，由于身份，他们都感到很这个很蛮横吧，很骄横，都很认为自己身份高贵，你看你嘎就是他俩都认为自己身份高贵，俩人都有点这个身份，然后怎么样呢？既给记了马瘸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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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给记了就是一对一，就是互相，他们俩互相怎么样呢？马瘸了，瘸就是一个是躲避，一个是逃走，这两个意思相近，但是有时候有微细区别。这个躲避也就是逃开，躲开、绕开，反正就是躲避嘛。这个咱们前头用的一般都是他逃走的意思，这个地方就不是逃走，就是躲避。你桥上两个人，可能两个人都坐着车呀，或者骑着马呀，或者甚至还有随从啊，一大堆，这就产生一个谁让谁躲一下，因为两个人都认为自己出身高贵，谁也互相呢不肯躲避，互相都不肯让一下。句子的意思就是这样，它那个语法上就是上一个句子就用的怕促度，就是互相。这后边用的记啦记给，也是互相，一个对一个，还是互相。咱们来读一下啊。三百登度拆吧来，三百登度拆吧来，你个确认给你们呢？你个确认给你们呢？记给记了马瘸了，记给记了马瘸了。再看下一句，
下一句是提菜米鸭鳖，提菜米鸭鳖，提菜米鸭鳖。提菜米鸭鳖。那个时候人五又加个包，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它就变成名词化，而且变成一个整体，就这5个人都如何如何，他们5个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这个描述的。就是那个时候啊，那5个人，那5个人，5个人干什么呢？看他是主语加了个3哈，他们呢瞎借的，肉断，借是使断，反正想办法弄断，你用这个刀子割断，是砍断，反正就是就是使断，使肉断，也就是把肉割下来，就是把肉割下来。对，这是一个停顿。然后呢，割下来肉之后怎么办呢？是血内吃了。所是现在时，加上撒是过去时，就是吃了。割下肉来之后呢，吃了之后呢，还这个鱼米沾的，鱼是家乡，米是人，家乡人也就是这个老乡们，同乡。沾是这个呼唤，用现在说的话就是通知，传达，就是叫，就是下边翻的就是叫，就是又叫来了很多人，叫来了乡人。这个呢是这个你们也知道这个故事吧？我记不起来，这好像是这个阎浮提那个有一个节里头啊，可能闹大旱是吧？人们没有吃的东西，结果释迦菩萨就化现了一条大鱼是吧？化现一条大鱼，然后这五个人是不是那个五比丘啊？是有这种可能性啊？不过这是瞎猜的了。不过因为那个一开始佛成佛之后最初度的那五比丘啊，在前世经常他们5个在一块儿那个吃那个谁那个释迦佛。有一次他们都是那个罗刹嘛，释迦佛他们那个就是因为那个释迦佛治理国家，他是国王，治理国家治理的好啊，人人都行善不行恶，结果罗刹就没有东西吃，他吸人血嘛，他就找不到任何人的血能够吸，他就没法下嘴。结果他就找国王去了，说你弄国家弄得太好了，人们都不作恶，我们饿的我们都快饿死了。结果国王说那好办，说四肢加上脑袋，给他们一个上边破一个口，让他们5个吸，让他们吸够。所以有可能是他们5个啊。他们5个呢走到那儿，正好看到这一条大鱼，就把那个鱼呢就弄到岸上，然后他们就砍了肉，就那个吃饱了呢，他们又通知那个老乡，因为那个鱼太大了，大概就是这个故事。他们砍下来肉吃了，然后呢又通知给老乡，然后再看怎么样啊？体内寄给寄了真呗，体内寄给寄了真呗。此后寄给寄了，这就是寄给寄就是那个这个互相了，互相斩就是互相叫，互相通知。由于互相通知，这又是原因，怎么样呢？咱必灵给，你这个一开始不习惯，慢慢读就习惯了。杂加上咱不，然后它是因为那个中间加了阿 k 故意要发的音，所以咱必灵给，有的不加这个的，就直接咱不灵，也有的加的，反正加的不大家都一样。什么呢？就是灵是周了，咱不这是那个梵文的译音，善不周，就是咱们这个南阎浮提也译阎浮提，也译善不周，都是这个指的就是
咱们这个世界呀，不是世界分4大洲吗？咱们是南边这个南赡部洲，这就是那个赞部，就是赡部洲，这是前边赞部是译音，令是意义，就是赡部洲。赡部洲，大家这个理解地域的概念呢，赡部洲是指咱们这个南赡部洲，南赡部洲的范围应该是咱们这个地球，但是呢，有可能这个某一节它就是那么多人，所以你不要老按照你现在这个世界50亿人去理解，咱们这个地球原来那个古代的时候也就几千万人吧，世界上人很少的，所以呢，他那个多节的时候呢，这其他节有的时候他这个世界就那么几个人，人并不多，所以呢，他说这个结果大家互相一召唤是赡部洲的后边咱们拎给后边米他们借驴的，米他们借驴的，南赡部洲的人，然后他们借是所有全部的人，驴的集合起来。这个集合不但上加自仨，就是自动的集合起来。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自己就跑过来了。不是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把他们召集起来，就是大家那传互相告诉，也是他告诉他亲人朋友，都是自愿的，然后他自个儿就跑来了，对不对？推下了借景，推下了借景学所，推下他的肉，谁的肉呢？应该是就是那个大鱼的肉，他的肉，然后呢，对他的肉借，又砍又割，割的对象就是他的肉，割了他的肉，经就是和血所吃了，就是说又叫来很多人，结果呢，弄得南赡部洲的人全来了，都割肉都吃，救了很多的这个灾民，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这个记给记所以这个好记1对1就是互相通知，语法意义很简单，咱们再读一读提车米阿别，提车米阿别，下界的学内，下界的学内，玉米粘的，玉米粘的，体内几给几粘的，体内几给几粘的，张比林给米他们借驴的，张比林给米他们借驴的，长点咱们再来一遍张比林给米他们借驴的，提下了借景学所，提下了借景学所，有一个句子。好，最后一句，提车昔日昔代，提车昔日昔代，那时昔日昔大，这是这个译音了，这就范文译音，所以就直接下边就特差失利，这你自己这个随便用了特差失利的什么呢？给包堂，这个的国家的国王，那个时候这个特差失利的国王和谁呢？和这个于年月给包，于年月给包，于是地区、地方、国家、区域，这也是一个国家。哪个国家呢？年月，年月是有的听是吧？有的听，有的听是哪儿就是社卫国，
这是这个这个国家的名，它有有故事，有这个意言，有的听。咱们可以怎么记呢？就是那个佛老在舍卫国说经嘛，所以舍卫国有的听。你反正为记单词嘛，你可以这样来联想，哎。所以这个佛在舍卫国说经，所以舍卫国就叫有的听，哎。在这个舍卫国的国王啊，那个国王跟这个国王，然后你记了记米嘎位，你记了记没有，就是记。哦，那个你把那个第二个记那个点儿给去掉，它这个记就是一的是一边一个嘎啊，一边一个卡，那是多出来的，我忘了给大家纠正，把那个点儿去掉，嗯。哎，对，就第二个一那个前加字跟基字之间的那个黑点去掉，哎，对对对，就是记啦记，就是一对一，哎，再重读啊，你记啦记米嘎位，你记了记米嘎位，你记啦记米嘎位，你记了记米嘎位，你是二，就是这两个国王，这就不说人了啊，他们俩呢互相不高兴，嘎不是高兴吗？互相不高兴，这是这个语言说的比较这个客气，也就是互相这个闹矛盾，就是互相甩鼻子啊，互相不高兴。由于互相不高兴呢，后边大度米独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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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度是经常，米又是否定。读这个撒拉大是读达，哎，读达，所以是读。这个读是什么意思呢？读是团聚，就是比如说过年了，8月15了，全家团聚，团聚。调和就是有矛盾了呢，哎，给讲解，调和，也现在也叫调解，哎。调解、团聚、调解，反正往一块儿和好吧，就是表示和谐，互相叫什么友好和睦，就是这一套啊。说他们俩呢，因为互相不高兴，经常的不调和，也就是经常闹矛盾，就是经常的不调和，经常不和，就这么个句子。这些那个副词都是说互相这个副词比较好记也好理解，所以呢就是学一些单词就行了。咱们来读一下这个句子啊。提车西日西带给煲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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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年月给煲。鱼年月给煲，鱼年月给煲，鱼年月给煲。你记了记米嘎位，你记了记米嘎位，你记了记米嘎位，你记了记米嘎位。大度米独某，大度米独某，大度米独某，大度米独某。好。这是结束一个就是叫互相这个副词，下边再学几种副词，下边的副词叫什么呢？叫方式副词。方式副词呢，在句中做状语，修饰这个动词，这跟咱们汉语的结构是一样的，状语形容动词，谓语中心语之前跟汉语也一致，咱们汉语也是状语在动词之前。在动作或行为的方式方面修饰动词，就是说这个动作它怎么做，这个跟汉语的这个语法结构完全一样。下边咱们就看具体内容就行了，不用这个特殊的记忆。下边看是一个叫嚷这个词儿呢，两个意思，一个是自己就是本人我自己，另外一个就是很十分就是加强，它这嚷两个意思。这个地方如果用它要是形容动词，就是说这个动作呢是嚷，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动的，就是那个他这个嚷不是自己吗？本人自己，
它这个如果形容动词，它要做名词就是自己；它要形容动词做状语呢，那就是说这个动作呢是自动的，就是自己动起来的，自动的，不是这个被动的，不是他力，是自理，自己主动的，第二个词儿，昂给，昂给，这个昂是什么呢？基本意思一个是性格，就是也叫自性，就是一个人的这个本性性格，说秉性难移，就是那秉性，性格，一个是性格，再一个就是状态，基础情绪，反正就是你看你自己体会的记几个，就是性格为主，性格引申出来就是情绪，状态，基础，然后昂给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依他的本性来做，就是自然的，你比如说那个动物吧，它这个叫避苦趋乐，或者是说怕死贪生，这都是什么呢？都是他的性格本性，他比如说你一吓唬他就跑，这就叫什么？叫自然的就跑了，饿了就找吃的，自然的就会找吃的，所以呢，依他的本性来，由他的本性来发生的动作叫自然的，下边一个词儿，婚给，这个咱们前头出现过，这个就是天然的，就是佛经就叫任运，比如说天然成就就是任运成就，就是这个这个婚是什么意思？也记一下，婚是自然本性，婚就是自然本性，就是天然就是这样，自然生来就是这样，天然本性。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意思先不记。这儿呢多说一个就是什么呢？婚包就是给这个婚加一个形容词的包，就是什么呢？须弥山。婚包就是须弥山，这个婚包就是这个词儿的前面那个词儿，不要那个底，不要后边这个句格，把它换成包，巴哪若包，就那形容词尾，婚包。婚包是什么呢？就是须弥山。须弥山也叫妙高山，微妙的妙，高度的高，妙高山。就是说这个须弥山为什么叫妙高山呢？就是它世界上最高的山，而且非常这个不可思议，非常奇妙，所以妙高山。须弥山就叫婚包，就是天然成就的，天然的意思。好，学这么三个词儿。自动的、自然的、天然的。自然的跟天然的呀，稍微有点区别，就是好像差不多。自然的呢，有点这个就是人呐，人的性格自然的，本性使然。那个天然的呢，好像客观事物，就是像山河大地天然而成，它有点好像稍微有点区别。好，下边咱们来看具体的这个句子啊，句子里头的应用。扎躺科布，扎躺科布，扎是头发、毛发，其实这个扎那个也可以指其他的发，毛发。这儿呢就是指头发，扎这儿是指头发。科布是布也是毛发，科布咔是口毛发，口毛发就是胡须，嘴上的毛就是胡须。扎躺科布就是头发和胡须，然后嚷七的，嚷这就是要学的，就是自动的形容后边这个动词齐哇。齐哇是什么呢？齐哇就是脱落，就是下边那个有自行脱落那个脱落，齐哇就是掉下来。脱落，就是这个毛发呀，自己就掉下来了。这是那个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佛在世的时候，到佛前出家的僧人呢，他那个只要佛说，他说要表示要出家，佛说善来比丘，
啊，就是说你来得好啊，一称的比丘，就是他已经就是比丘了。然后呢，不用那个不用剃头刀，也不用这个给他发那个法衣，头发跟胡须呢自行脱落，佛一说话，头发胡须自然就现生相，然后那个法衣呢自然在身，就成了比丘。这是福报了，也是佛的这个有佛的这个因缘在那儿，他就能够出现这种情况。给龙度九斗，给龙度九斗，给龙，给是善良的善，龙是起始的起，善起就是说为善的目的而这个行起时，就是比丘。图就是后边丢是变化成了图，表示这个方向目的，变化成了什么集体业格，就是前边的主语变化成了他这儿呢就没有前头没有出现主语，就是那个普通的人他就变成了比丘，这叫集体业格，就是图就表示方向目的，这就是表示目标结果，表示结果，结果就变成了比丘。这个看来没有什么这个难点了。它这个语法意义就是那个起瓦脱落，毛发的脱落呢不是人为的造成的，是壤期自己脱落，头发跟胡须自己就掉下来了。好，咱们来读一下啊。扎坦科布壤期的，扎坦科布壤期的，给龙度给路多，给龙度给路多。好，下边咱们再看一句啊，说卡塞尼，这个卡是口，塞是食物，卡塞呢还是食物，口吃的食物还是食物。说这个食物呢，前边啊，他一定谈了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字句呢是怎么着，然后谈到食物，说食物呢，三巴藏给，三巴是思维啊，分别，想，这个反正就是考虑，就是这个思维啊，主要意思就是思维。藏是什么呢？藏是这个咱们说过有几个意思，一个是仅仅，一个是这个一点点儿啊，这个地方取的就是一点点儿，就是后边这个给呢是把它整个作为原因，整个这个先说给前边就是一点点，就是什么呀？想一点点儿，就是食物呢，只要你刚一想，有这个意思。你刚一想，你刚想了一点点，刚开始想，想吃啊，刚那么一想，就是刚一想，就是只要那么一想，也可以说仅仅想一下，你这个意思都可以引申出来。这个三巴藏给稍微那么一想呢，由于稍微一想，后边呢，卡塞若加，卡塞若加。卡塞食物，若是味道，甲是100，百味饮食，百味这个食物，唐丹巴，咱把这个整个读下来啊，卡塞若加唐丹巴，卡塞若加唐丹巴，唐丹巴是具有百味的食物，整个这个食物后边这个是它的一个形容词，并列的形容词。这个食物是什么样的呢？是具有百味的食物，就各种各样的食物，各种味道的食物。让穷哦，让穷哦，你读这个说穷也对，
你这个说攘囧，哎，因为在后边你不愿意送气，读成囧都可以，就是自动的出现了。囧就是显现、出现、来了，哎，这个自动的来了，自动出现了。说食物呢，只要你想一下，具有百味的食物，自动就来了。哎，这个呢，肯定不是这个描写天人的情况，因为天人生来他就是那样，生来他就是天意在身，食物一想就来。这肯定是地上的人，平常想来来不了。哎，现在呢，他比如说做了大福德，有了大福报，或者得了一个如意宝啊，或者是什么，反正就是特殊的因缘，结果就造成了食物呢，只要一想，哎，就来了。好，咱们这个攘囧就是自动的出现，哎，只要你一想，剩下你就不要管了，它就自动就食物自动的就来了。咱们来读一下啊。卡塞尼三巴藏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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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塞若加唐丹巴攘囧哦，卡塞有给唐丹巴让囧哦，卡塞若加唐丹巴攘囧哦。卡塞有给唐丹巴让囧哦。好，翻过来。这个白马，咱们前面出现过这个，这因为咱们说是因为梵文译音的这要求，它有时候是这个要求这种形式表示梵文里的一种这个表现形态。读的时候呢，先读横着的，再读竖着的。横着的就是八跟那个塔，那不是啊，那是塔，因为它在上边，它那个甩不下来了，它长不了了，它就只好写成那个。但是这个呢，不是帮，是白，哎，白，然后再读下边妈，白妈，白妈就是莲花，哎，大家这个词儿比较熟悉。白梅错了昂巴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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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花的错，错就是湖。哎，咱们记住它那个什么错什么错就是什么湖。莲花湖里头，这个昂巴咱们说过有很多意思。这个地方呢，它就是说野鸭子、大雁什么，反正就是很多，你根据具体情况来看。野鸭子塔门，哎，莲花湖里头呢，这个野鸭子们怎么样呢？是马驴巴样昂给读。马驴巴样昂给读，马驴巴样昂给读，马驴巴样昂给读，马驴巴驴是聚集，这个聚集是因为有上加字撒，所以它是使聚集，就是主语使另外的东西聚的召集到一块儿，所以有召集、招收、汇集，有这个意思。比如说招生，哎，也可以是驴，就是一个主语把另外的学生召集起来，聚集、招收，哎，汇集。这个它的这个原型呢是这样啊，原型是现在这个是过去式，原型是把前加帕后加撒都去掉，中间这个读呢再加一个后加字塔，就是它的原型。就是现在这个过去时啊，前加了爬，后加了撒，前加爬后加撒都给它去掉，光剩下中间这三个东西呢，后边再加一个塔，哎，就是它的原型驴，就是这是原型。然后呢，前加爬后加撒，他把那个塔换成了撒，这变成了它的过去时。马驴吧是什么呢？就是不用着急。驴吧不是把另外的东西召集起来吗？说那个莲花湖里头的那个野鸭子呀，你不用人去召集它，不用人去把它们赶到一块儿去，都弄过来。不用着急也怎么样呢？昂给读就是自然的就待在这儿了，哎，昂给还是嚷给？昂给，昂不是ra，是两个啊。咱们说了，这个的意思是性格，
咱们刚才学了不是2个词吗？瓤是自己，昂是性格，哎，2个不一样。咱们刚才学那个方式副词，不是学了3个吗呢？瓤、昂给、混给，哎，瓤是自己，昂是性格，分清楚这2个。哎，混呢，带有那个就是客观的、天然的，哎，这个就都小有区别啊。昂给就是说，依据他们的性格，依据他们的自然本性啊，自然的就会就会集中到这儿，就会住在这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这莲花能长莲花的湖啊，那个湖水必定是很美丽、很干净、很这个漂亮。哎，莲花湖嘛，也这么漂亮。你只要这个有这么漂亮的湖水，这么漂亮的花，那野鸭子呢，不用你人去着急，它自己也会都跑过来，就这个意思。哎，就是你什么有了梧桐树不愁没凤凰那个意思。好，咱们来这个读一读啊。这个语法意义就是昂给，就是昂是性格，哎，就是依照它的自然本性啊，它就来了，不用你这个发愁，自然的就住在这儿了，就读就有了，自然就有了，读是有。好，咱们来读一下啊。北美错啦昂巴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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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杜巴样昂给读，马杜巴样昂给读，马杜巴样昂给读。马杜巴样昂给读。好，这个一个是瓤，一个是昂给，下边是用这个混给，就是天然的啊。咱们看什么东西天然的能成的啊？说铁蛋儿取囊给，铁蛋儿取囊给，铁蛋儿就是那样的，像那样，哎，那样像那样。这个译的时候呢，不一定非说那样，你说的为了说话离自己近点，也可以说这样，就是前边肯定是发生了一些情况，哎，由于这些情况呢，这样的话呢，就是照前边这样的话，哎，照前边那样的话一回事儿，因为前边那样，哎，在这种情况下呢，铁单儿就是那样这样的话呢，后边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什么呢？趋是变化变换，趋变化变换，哎，就是像那个变戏法啊，趋。囊是显现，囊是显现，就是显现出来，哎，这个趋囊就是下边你看它译了一个叫幻显。实际上这个按照藏文的，它这是就是按照，因为它是名字嘛，它是这个寺庙的名字，它就叫幻显神殿，它就按照那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幻一个显，它就反正对上字儿就完了。实际上它这个意思呢是显现变换，是吧？就是这可能这个寺里头啊出现过这个就是能够显现这个不可思议的一些幻影啊什么这一类的，所以这个寺呢它叫做显幻，哎，实际上要按这个汉语的词序应该想，但是它是译名，译名的时候它不讲词序，它就是一个字儿对一个字儿把名译过来就完了，所以它叫幻显，哎，这样也显得像一个名字。如果你要是按照句子的意思译出来呢，有时候就跟句子的意思混了，就不像名字了，哎。好，下边说这个幻显的什么呢？住了康堂。住了康堂，哎，住了康，咱们前边出现过，就是神殿呀、寺庙啊，意思可能再确切一下，住就是头顶，住是头顶，喇是手，喇叭，哎，喇叭是手，这个手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敬语，是吧？那个是。喇叭，哎，这个就是这样呢。说头顶手是什么呢？都是比较尊贵的
尊正的东西，就是经典。足拉就是经典，足拉是经典，就是著作，就是这个书，书籍，你就记经典，因为它这个经典不是一般的书，是这个大家很尊重的书，经典。经典康是房子，经典房就是经堂，经典的房子，放经典的房子就是经堂。经堂呢，寺里头都有经，所以呢就把寺干脆整个叫个足拉康，就是都是经堂。所以这个藏地的这个寺啊，你看叫的这个名字还是很正的。什么叫寺？放经的地方，叫寺，不是说弄一个一个像什么，就是说以法为这个才能建起寺来，没法你就这个寺没有意义，所以呢叫经房、经堂，就作为寺，这是尊重经典、尊重文字的一种这个传统，这是很好的啊。好，祖拉康说这样呢，幻显他这译的什么叫神殿啊？幻显神殿，他把祖拉康就是祖拉康可以译经堂，可以译寺庙，也可以译这个神殿。他这是根据他的故事里头的具体需要了，那就是幻显神殿啊。堂就是和什么呢？和染摩切祖拉康，染摩切祖拉康，和另外一个祖拉康，另外一个神殿。这个神殿叫什么呢？叫染摩切。这个染摩切呢是什么呢？直接告诉大家，就是小昭寺，就是大小的小，昭就是一个日字旁，一个号召的召，小昭寺。在拉萨有2个寺，一个最主要一个寺叫大昭寺，然后它旁边还有一个小昭寺，离得还有一段距离啊，还有一个小昭寺。这个大昭寺是现在这个拉萨的算中心主要建筑吧，它的周围就是那个八角街，也叫八廓街，就是都是卖这个藏族民族工艺品的。小昭寺啊，实际上是文成公主进藏之后啊，给文成公主建的小昭寺，目的是放什么呢？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带了一个释迦牟尼佛8岁的等身像，就是按照释迦牟尼佛8岁的身量呢做的一个佛像，这个为了供这个佛像呢，放在这个小昭寺建的小昭寺。据说一开始建的就是完全是按照汉地这个寺庙的样子建的，后来几次这个就是坏吧，然后就越修就这会儿就修成就修成藏式的了。这个具体为什么叫染摩切不知道了，我查了一下字典，要单独这个ရာ呢有院子的意思，ရာ有院落的意思，加上摩染摩，染摩呢是母山羊的意思，就是你学个单词吧，就这个不一定是跟这个小昭寺不一定有关系，也许有关系，这个咱们搞不清不说，就是说我在这儿给你们介绍呢，就是你多记一些单词，就是ရာ是有院子的意思，染摩是母山羊的意思，染摩切，你就是这个不能猜，不能说我估计这个是这个意思吧，那不行，人家起这个名啊，有时候就跟咱们汉语似的，你看这字儿是这几个字儿，但是人家起这个名，人家不是那个用意，所以这个名字没法猜，咱们就是多帮助记忆嘛。你也可以记个大母山羊，是这个小昭寺，你这就是完全是为了记单词，跟这个人家的本意没有关系啊。你们以后有机会到拉萨，你们可以问问啊，为什么叫这个染摩切，这个现在这句话的前半节就是说，这样呢，这个幻显神殿和这个小昭寺神殿，这2个后边啊，尼拉，这2个对于这2个或者在这2个这儿，后边怎么样呢？说日度内巴，这个日度大家熟悉了，就是叫十分、很、非常，是上品的、极善的，非常好的，
内巴是助，非常好的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开光。为什么开光叫非常好的助呢？就是开光一般是指盖好寺了，比如说盖了一个大殿，或者是造了一尊佛像，或者是什么像。一开始盖这个房子呢，那只是一个房子；一开始塑这个佛像呢，这只是一个泥胎，或者是只是一块木头。然后这个要举行开光仪式呢，为什么要举行开光仪式呢？就是请佛菩萨来住在这儿，要住到这个寺里，住到这个佛像里头，称为开光。就是好像这个佛菩萨一住，这个佛像就放光了啊，就开光了。这个是这么个意思吧？所以呢，把这个开光叫做非常好的住，就是极殊胜的住，就是称为开光，就叫殊胜住，就是把这个佛菩萨请来住在里头，就好像那个你类相似的词儿有一个热不度囧，是吧？热不度囧哇，非常好的出，囧是出现嘛，出离，非常好的出是什么呀？就是出家，热不度囧哇，热不度囧出家，所以他这就是你跟这个意思联系起来，热不度内吧。非常好的住就是开光啊，这个没有道理啊，这个民族语言我规定这个就是开光，那我高兴这样叫，这就是这样，那个意思呢，你用这个意思记住就行了。好，后边啊是汉季度婚给，汉季度婚给。你看这个憨跟后边那个婚呐，它俩就差一个写就哈，多了一个元音。这个没有这个写就呢，就是憨。憨是什么意思呢？憨就是一起，憨嫉妒就是一起，共同一块儿，那下边有一起，就是一块儿，憨嫉妒就是一块儿，一起共同的干什么呢？混给竹本儿，混给竹本儿，混给是天然的、自然的，这个就是任运的，就怎么呢？竹把是完成，自然的就完成了，天然的就完成了，就是自然而然的就完成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最后是贼多。贼是做的敬语，就是这个本来自然完成啊，就不用做了。但是它为什么加个做呢？因为这个开光这两个神殿的开光一块儿自然的就完成了，一块儿这个就是很自然的就成就了。但是它虽然用的是自然的成就，但是实际上还是人造成的，所以呢，这个还是要做，就做使他们自然的就完成了，就是把不自主变成自主，就这个意思。好，这个咱把意思就是后边这句话意思再那个过一遍啊，比较零散。说日的那把开光，汉季度一块儿混给主把自然的完成了，开光一起这两个神殿的开光就一起自然的完成了。再到就是由于人们的安排，由于人们的努力，使这两个神殿的开光呢一起很顺理成章的，很自然的就都开光了，就这个意思。好，咱们来读一遍啊。佩达尔区南给祖拉康塔，佩达尔区南给祖拉康塔。然后切祖拉康尼拉，然后切祖拉康尼拉，日不内巴汉季度，日不内巴汉季度，混给主巴儿在多，混给主巴儿在多。好，休息。